写客文显明客家字体爱大兵文秀逢春，行义只言教师，普言杨梅客家人，本样片係用行義試驗強義音合成，講下按成次之作。工商社會腳步夾前班愛來聽一道慢數落模式，切家愛來有幾個。其上一下後生人，實在從大做，頭家同事有很多，唔好推慈善忙做。到做到學簽識虧，以推為進去上冊，做出成績頭家啲，愛神主管上到還愛佔出時間來參加我輩嘅課程，傳統廠先到鄉下，頭路建做會建好。二來就係人生事，千多後生唔結婚，享受自由嘅快樂，殺邊人巧婦成長，係款看過無分咋。平均學歷要較高，更要記得成年不好有三無後代。還有一道高毛頭，千年修得強長命，日春宵無采工，就係無雜三書怪。雖然時代進步嘅，英文科技當重要，那係實體人比本，所有一切係虛渺。想想也愛嘅恩情，做乜愛來叫捱等。近鄰且種嘅動物，相衰限地來服務，辦物主宰愛的人，唔分唔叫讓解釋行人，將會馬蹄飛天讓見主中年。三來文化愛傳承，客家字體愛國想，數千年愛保留，養體行義無行人。係人自家先要求播下成法全講下。教育推廣甚至是家庭開始最適當。再來建議考認證，6年細子先初級考過中高級，自然大家就曉得。學校團體要推廣，看圖講古嘅比賽，多鼓勵來參加，講少太進步。下來應該發現到，青島沙太攀青好，大嘅課程非常多。做得好好來運用，小城下注按部頭3段時間，隨有排看唔方便上，乃門雙명報名最方便。那係平常小雙명現化報名未做得，天天連沙去上課，現場報名也歡迎。新屋楊梅老平鎮沙期大學新陽品，終身學習好選擇。大家欣賞認真高，最美神夢幹湯府，做成立合委會，按多年來請用心，年全有派認證，但嘅發通也千多，南北平均照顧到，結合在地嘅特色，民眾歡喜千餓腦。身邊戲曲也不少，全台順飛來表演，還有古道老戲班向秦廟坪來看戲。係有興趣做研究，中央大學行研所歡迎運用來共拓客家文化與流傳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